这里，再来说我是台湾来的，其实我所读的书，孔子山东人，孟子山东人，老子荷兰人。我到四川去，有杜甫的草堂，无限的这个思古之幽情就产生了。所以这里没有任何的瓜葛，只有一种东西，就是人性，就是你跟我的诚恳。我们要注意的，我们怎么把这个已经断了的这个断层，我们怎么把它接起来？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努力，但是我们已经来不及了。虽然来不及，大家也不要太伤心，因为中国有一句老话，说死马当活马医啊。我们自己也可以稍微努力，但是你不要太努力，因为你的努力不会有大成就了。补救可以，不要想要成为大人才啊！我们的大人才在我们的下一代那边，不要浪费了它，因为这种高度的文化教养必定要在13岁之前完全的完成。怎么做？你首先这个工具上要养成他能够读经史子集的能力，就是要文言文的教育。你说它里面有糟粕，中国的传统有糟粕，有糟粕是一回事。如果你说有糟粕，也要一个有功力的人才知道它有糟粕，不可以随便乱讲。所以你要发扬它，你要有能力；你要批判它，你也要有能力；你要咒骂它，你也要有能力。所以，首先我们培养这种能力，然后我们从阅读当中，我们渐渐的融入其中，也可以说古人的智慧渐渐开发我的智慧。尤其是我们现在所推广的这种教育，他所读的内容都是永垂不朽的智慧之作，叫做经典著作。这些经典之作，让他耳濡目染以后，他不会变成一个3家村的小里小气的一个顽固分子。这些经典之作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、一个高远的理想、一个开阔的胸怀。你要涵养你的性情，你要增长你的智慧，你要提升你的眼界，你要增进你的道德勇气，都必须靠这些永恒的著作来启发你。我们不是跟着孔子走，乃是我们读孔子的书来启发我自己内在的心灵。如果孔子讲的话不是我内在心灵要的东西，我可以不要孔子。我们是凭这样的精神来读书的，但是孔子讲的话如果是千秋不朽呢，它还是新的，所以未曾老去，它还是有活力的，未曾死去。只要有人类，你就必须这样做，不是孔子叫我们这样做，而是你自己本身就希望这么做，只是这些书再来唤醒你。所以经典是唤醒人性的著作，不是来压迫你，不是来宰制你，不是来奴役你。千万要认识这一点，要不然我们就不能读那些书了。孔子说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一个巧言令色的人，他的心灵一定是不干净的，一定是不诚恳的。这种人你要小心啊！当孔子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是在2500年前，他是在山东讲的。但是2500年之后，我们在北京的人就可以巧言令色吗？你巧言令色就是有仁德了吗？你就可以去交巧言令色的朋友吗？不是的，我们还是嫌疑人。如果一个美国人，他巧言令色就好吗？不是的，他巧言令色，照常嫌疑人。这叫做经典。这种话为什么我们不去读？
说：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，恨飞鸟惊心。”假如你真的处在一个国破山河在、城春草木深的这种环境之中，一个人如果不会感时花溅泪，不会恨飞鸟惊心，这种人没良心。所以杜甫不是他自己感时花溅泪、恨飞鸟惊心，乃是普遍的人性都是如此。这样子叫做千古之作，这样子叫做永垂不朽。没有任何的政治势力，没有任何的经济势力可以使那些东西永垂不朽，只有人性。人性不在杜甫那里，不在孔子那里，在我们自己这里。这叫做经典。而经典不只是有了这样子的性情的涵养，不只是对我们人性的光辉的启发，它又是最好的文学著作。所有文学家只不过学到经典的一个面向，他就足以成家。唐宋八大家是不需要读的，因为他们是中等层次。他们从哪里学来这些文学技巧？经典之作。所以你要有好的文学的素养，你直接读经典可以节省你很多时间。有人曾经说，读经这样子的教育就是教育的经济学，因为它太经济了，只要学一点点，它就有很大的收获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每个老师希望你记住一句话：我们所要教给学生的，一定要教他有用的东西，而且这个有用一定是高度有用，而这个高度有用呢，是一辈子有用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你只要教5分钟，就影响他一辈子；你只要教一句话，就让他一辈子受用。假如不是这种教材，你不要教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学了刚才说的那种教材，这些教材自己就会了，你教他做什么？台湾的语文教育失败了，严重的失败。我们费了那么多的时间来学国语、国文，但是语文程度一年不如一年。为什么？专门在浪费孩子。我们举几个例子。我们的小学，他认为小学生懂什么？小学生只懂什么呢？小学生只懂得他身边的生活。于是我们要生活及教育，教育及生活，所以我们又要教他身边的这个语言。所以他懂得什么？小猫小狗。所以我们的教材叫小猫叫，小狗跳，老师找，小朋友找。我的书包里有书也有笔，天这么黑，风这么大，爸爸捕鱼去。小华、小明、小英的故事讲了6年，这3个人在6年之内阴魂不散。学了这3个人的故事之后，一个人到了13岁升上初中了，他的心灵里面除了认识2000多个中国字以外，他的心灵当中有4个字可以形容：一无所有。完全浪费。现在我举另外一个例子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唐德刚先生，他反省胡适之他的所谓白话文运动。胡适之先生是鼎鼎有名的名人，他自己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，在他晚年的时候用英文讲自己的一生的经历，叫做自传，胡适口述自传。因为是英文，但是这个很有历史价值，所以他就叫他的学生唐德刚，现在在美国纽约大学当教授。唐德刚，他把它翻译成中文。在翻译的时候，唐德刚一面翻译一面就下注解，就对于胡适先生的功业有一些这个评论，在讨论到民国8年，
五四运动，民国9年白话文运动的时候，唐德刚先生这样说，我念给大家听啊。说这一场的白话文运动，尤其是以白话文作为中小学教育工具这一点，其建设性和破坏性究竟孰轻孰重？最好还是让在这个运动影响最重的时期，受中小学教育的过来人来现身说法。因为民国9年的时候，胡适之建议国民政府把我们小学的国文教育完全改成国语，就是完全改成白话文，小孩子只学白话文就好了，不要再学那些什么佶屈聱牙的古文了，这叫白话文运动。唐德刚先生就是那时候正好是小学生要入学的人，于是他亲身经历到这种变化。他说要由我来说，才能够知道这种教育到底是成功的、失败的，是对于国家有利的，还是在残害国家的。笔者本人就是胡先生所称许的当年新学制受教育的小学生之一。不幸我是个乡下孩子，距离我家最近的国民小学就是公立小学，公立小学一概都照政府的办法教白话文。这些小学也在10里之外，我们上不了公立小学，只好在家里祖父开一个私塾来教我们几个亲戚的孩子。我祖父是革命党，他的这个头脑是很清的，所以他有许多的改良，不是按照一般的私塾教育，但是在国文这一科，他却规定我们要背诵古文，作文也要用文言文，不许用白话。我在这个私塾之内读了7、8年之久，我的国文就从床前明月光一直背诵到若击鼓地摇。若击鼓地摇是尚书，尚书号称佶屈聱牙，所以把尚书都背完了，大概45篇啊，诸子百家都背完了。所以最后连左传选粹和史记精华录也能整本的背。在我们这些同学当中，除了2、3位实在念不下去之外，大多数的孩子都不以为是辛苦，最后在家长的鼓励之下，竟然也主动去读《资治通鉴》和《昭明文选》这些大部头书。那时候他几岁？11岁。在我们12岁那一年春天，家人为我们送我们上初中必须有一张小学文凭，所以就把我们插班到公立小学去。我还很清楚记得我们在公立小学所上的第一堂国语课，就是有关早晨和公鸡的白话诗。他的诗是这样子的：喔喔喔，白月照黑屋，喔喔喔，只听富人笑，哪闻穷人哭，喔喔喔喔喔喔。那时表兄和我3个人都已经会背诵全篇《项羽本纪》，就是《史记》的一篇文章，项羽的很有名的文章。我去数一数，总共9200个字，他们全篇会背。但是上国语课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和其他6年级同学一起大沃尔特沃。在我们楼下就是小学1年级，他们的国语课我也记得几句：叮当叮，上午8点钟了，我们上学去；叮当叮，下午3点钟了，我们放学回。那时小学生们念国语还有朗读的习惯，所以早上早自习，晚上晚自习，只听了全校的孩子一边喔喔喔，一边叮当叮，好不热闹。各位，有教就有，没有教就没有。同样上学，同样教书，他同样做功课，你教他什么，他就是什么。胡适之的例子可以让我们做一个警惕。胡适之4岁就开始读古诗，6岁上私塾就开始背古文，到了9岁的时候读了3年古文，他自己就能自己看古典小说了。所谓语文教育，语文教育嘛，能够看古典小说，这个语文程度已经高了。2年之内，他偷偷的看完30-40本古典小说，一辈子的作文基础就奠定了。9岁，11岁的时候，他的老师就正式教他读古书，
因为已经读了4年的国书了。以前读的是背，现在是自己读，已经有能力自己读了。老师教给他的第一本书叫做《资治通鉴》，11岁就读完了，到13岁就把《左传》读完，把《左传》读完了，大概这一辈子中国书都读过了，以后就是复习、综合、创造。任何以前中国读书人，都在13岁之前把所应该读的书全部读完，一些重要的书都放在肚子里面。假如没有这样子的教育，这一辈子不要想要成为一个所谓的大人才，就没有了。大人才就跟这个人分家了。胡适之接受这种教育，他也没有变成书呆子。以后他的记忆力很好，学英文学得很快，所以19岁考公费留学，20岁出国去，到了27岁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哲学博士。他凭什么拿博士？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《先秦名家研究》。诸子百家已经很困难了，名家更困难，没有高度的文言文基础，能够研究先秦名家吗？所以胡适之非常容易就写出来，因为13岁前就读完了，而且他写出来以后，美国教授看不懂，所以糊里糊涂让他通过毕业了。28岁回来北京当北大教授，他凭什么当教授？13岁之前的功力。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《中国哲学史》，他凭什么写中国哲学史？你能吗？不到30岁，全国闻名，凭什么？13岁之前受的教育基础。他去演讲，引经据典，不要带书的，从来不会错误，因为他至少会背1000首诗词，至少，其他的书不用说。在他成名之后，建议我们的教育部不要再让儿童读古文，从此以后，中国人没有胡适之路。出不来了，出不来了，可怜的中国。胡适之读古书长大的，你不是要写白话文吗？白话文不是写得很好吗？胡适之读古书长大的，徐志摩、朱自清，白话文不是写得很好吗？读古书长大的，钱钟书、沈从文，读古书长大的，鲁迅、老舍，读古书长大的，林语堂、杨子秋，读古书长大的。什么叫做白话文？不好好思考这一点，万事不得超生。他们能，为什么我们不能？我的孩子比他笨，全国的孩子比他笨吗？思想的问题，教育思想的问题。一个孩子，你教他什么，他就学什么。一个孩子的基本学习能力是吸收的能力，是海绵式的吸收，整体的吸收。你教他什么，都放在肚子里面，懂不懂？不懂，但是不懂就没有用吗？你看看胡适之好了，长大就有用。一个人会长大的，学的这些不懂的东西，他有70年去懂，你怕什么？但是现在不学，一辈子就来不及了。什么叫做生涯规划？这叫做读书教育的生涯规划。你要知道，现在所学的不是现在要懂，但是一辈子有用。而现在不懂的学习是不是很痛苦？我们来检讨这件事情。假如觉得很痛苦，不要学了，我们孩子太痛苦了。假如不是呢？你怎么说呢？所以以下介绍这样子的教育，我们不要再讲理论了，我们就很实在的，你应当怎么做？这种教育在台湾称为读经教育，就很简单，就是去读经典之作，其中教材是经典，教法是读。在我们大陆
一般人对经这个字有忌讳，其实你不要忌讳。我说就经常知道嘛，永垂不朽著作嘛，你任何时代都可以有嘛，现在也可以有啊。但是现在如果没有这种经典人物出现，就没有了。所以不是古代才叫有经典，不是这样讲的。我们完全是开放的心胸，只要你是够格，你是够高、够深、够远，你可以感动千秋万世，你就是经，就这样。所以不拘经还是史还是子还是集，杜甫我们把它当成经来读，李白我们当成经来读，但是《红楼梦》就不大够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在小说是经典之作，不过它比起杜甫、李白还差一点，我们就这样来选经典之作。所以要选择教材是很简单的。我介绍大家选择的方法，我们没有固定的一定要这个规定你什么教材，我们又不是教育部，所以不规定，但是你自己可以选一选。与其教语文课本，不如教《三字经》。《三字经》读会了，语文课本就会了。教语文课本是没有用的。语文课本它幼稚园就差不多学会了嘛，所以各位老师，你的孩子、你的学生，如果有以下的情况，你要小心。什么情况？就是我们刚开学的时候发下语文课本，他当天就看完，而且看完3遍，他能够跟他的母亲讲语文课本里面的故事。我告诉各位，你这一本课本就不要教了。怎么办？明天再发一本新的语文课本，要不然你在浪费孩子。我们下课的时候听小孩子在他的朋友之间讲话，他所讲的话这么流利，所用的词语这么丰富，如果他比我们的语文课本还要更高深，我们语文课本是在浪费它。他如果在家里看电视，他看自己的课外读物，如果那些的知识更加丰富，词语更加的优美，我们还在教语文课本，我告诉各位，你在浪费我们的孩子，你是有罪过的。所以我们应该知道，学了高度的表达，低度的表达自己就会，不要学，你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所以教《三字经》，当然要包括百家姓、千字文这个所谓的同盟书了。但是要学《三字经》、千字文、百家姓、千家诗，不如读唐诗。唐诗读好了，那些都不要学就会了，而且可以提升他的语文程度。但是与其教唐诗，不如教古文。古文会了，唐诗自己就会。所以学唐诗浪费时间。你若要学古文，不如学诸子百家，因为古文作家都是学诸子百家来的，学古文作家是浪费时间。古文作家你跟他平起平坐就好了，你拿来欣赏一下就好了，不要那么努力去学了，因为他不值得你努力。你要学诸子百家，不如学四书五经。四书五经学会了，诸子百家没有不会的。四书五经里面以四书为标准，四书又以《论语》为开头，所以中国人要读的第一本书就是《论语》。这一本书不读，枉费你是中国人。第二本书老子，第三本书随便选，这些经史子集随便选。我们在台湾，我介绍第一本书读《论语》，第二本书读老子，第三本书读唐诗。唐诗不是非常重要，但是给它好玩，所以附带读唐诗。千万不要那么认真教唐诗，那太小儿科了。好，教材就这么选。你说那怎么办？我怎么教？假如今天我只讲到这里，吊胃口，那简直是空中楼阁。我又不是专科出身，我又不是读中文系，
我自己以前也没有很深的这个素养，我怎么可以教你？所以现在各位，今天我们来这里，最主要是学到教学法。这个教学法呢，只要2分钟就可以学完，而且保证每个人都会。所以，等一下我们这个演讲结束以后，我们这个大门关起来，我们要测验，谁不会教就不准谁回家。我们一定要保证每个人都会教，要不然我们何必来这里坐2个小时呢？但是大家不要担心，只要你听2分钟，我保证你会，不会算我的，不会算我不会教，叫所谓名师出高徒。为什么这样子困难的书，这样子这个高明的书，而教法会那么简单呢？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？凡事合乎人性，凡事顺乎自然，天地之间本来就是很简单的。所以我们的教学法就是顺应着儿童的心理，然后依照教育的本质，应该这样教，所以我们这样教，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老师都很差，所以我们这样教，不是，是本来就要这样教。你的程度很好，也要这样教，何况你程度不好。所以这种教育本来就如此，本来如此。好，我现在讲，我们怎么样去教学呢？我们只要会讲1句话，就可以当读经的老师，就可以指导他文化的这个进度。不管你是老师还是家长，你可以把这句话交给你的同事，交给你们的家长们，同样讲这句话就可以教读经，而且教一辈子都这样教，效果深远，儿童一辈子都会记得你，都会感激你。这句话只有6个字，这6个字很简单，请各位注意，就是小朋友跟我念。我称为读经教学6字真言啊。那有的老师这个听起来很愉快，这种愉快呢是有一种嘲笑的味道。这样子还要你讲，我们老早就这样教了啊。但是我现在要分析一下，我们大部分的人对这6个字并不了解。首先，你为什么说小朋友这3个字？很简单，不要说小朋友也可以，说一声喂也可以，什么引起注意，引起注意才能学习。而一个老师、一个家长是很容易引起学生注意的，而且越注意的学生，注意力越集中的学生，他学得越好。所以我们要时常引起他注意，时常叫小朋友，时常叫他，对吧？一个善于这个教导的老师，一定时常呼唤，叫做耳提面命。所以你以后常常要叫小朋友，隔一段时间他们已经不注意了，就再说小朋友，一定要常常吃。那一个新的老师去到一个新的班级，他不知道哪一个人可以当班长，我告诉你很简单，站上讲台，忽然喊一声小朋友，那个抬头最快、眼睛最亮那个可以当班长。老师讲了小朋友还在那里东摸西摸，还在流口水的那种，不要给他当班长，因为他一定学不好。所以小朋友只是提醒他，而一个小朋友是善于这个集中精神的。虽然他集中精神的时间不能维持很久，但是他善于被引导。我们大人就不一定了，像我在这里讲的口沫蒙会，我说各位老师还是这样，为什么呢？没救了。你不再对新鲜的事物产生兴趣了。儿童不是这样，所以你一叫小朋友，他就转头过来，一定的，这是合乎人性。第2句话，跟我念，更是正中下怀。因为儿童就是这样学习的，就是跟着学的。儿童的天性很像猴子，每一种动物
一生下来都要跟他的父母亲、他的长辈学习。越低等的动物，它跟的时间越短，它的幼稚期越短；越高等的动物，因为它要学到非常丰富的生活的内容，所以它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是幼稚期，都是跟着父母的。人类的幼稚期最长，基本上是13年。而人类不只是跟父母学习，人类还安排了很多的办法让他跟老师学习。所以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之灵，是因为老天爷就给你13年的幼稚期。如果老天只给你3年的幼稚期，一个3岁的孩子就说我翅膀长硬了，我要飞走了，我告诉你，人类就灭亡了。千万不要随便引发儿童的聪明。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小时了了是大未必佳。我们要让一个儿童13岁之前，完全在我们的老师、家长优良的带领之下，但你一定要优良，你不要带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你如果带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你不会教他，老早离开，老早翅膀长硬最好。但是现在，我们有好的东西要给他，他必须用13年的时间来学到这些5000年的文化，乃至于西方重要的文化，都在13岁之前要灌注在他的肚子里面，肚子里面要满腹的经纶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不能培养人才，而要做这个事情是这么简单，就是小朋友跟我念，他一定跟你念。如果一个小朋友居然不跟你念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老师已经失败了，这个小朋友已经不再长进了。我们教他跟我们念，并不是叫做控制他，并不是叫做不民主，不是的。民主，或者说我们要让他活泼，让他自由，不在这里说。如果你带你的孩子上街要买冰淇淋，你一定要问他你要吃什么口味，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口味，这是他可以决定的。现在你要教育他，你不可以问他你要不要读经，你是与虎谋皮啊，而且你等于放弃你老师的责任了。他哪里知道他要不要读经？这是他不能知道的，是你要负责的。家长跟老师要负起他一辈子的责任，这叫做真的民主，这叫做真的多元化。观念不一样，场合不同，就要用不同的观念来面对。心灵不可以太狭隘。好了，讲到读经，就是小朋友跟我念。现在很多老师都说，我们天天都在说小朋友跟我念啊，所以这句话没有学问啊。小朋友跟我念6个字没有学问，但是说了这句话以后，你念怎么可能给他跟就有学问了。现在我们想，老师，尤其台湾的老师，怎么说呢？他也是站上讲台，小朋友跟我念小老鼠上灯台。小朋友念什么？当然念小老鼠上灯台，念了6年，4个字可以形容，你们都知道，一无所有。他跟你念这个做什么？他在3岁的时候老早就念完了，他跟你念这个做什么？我们要提升一个人的心灵的程度啊，我们要加深他的心灵的分量啊！你还叫他学小老鼠做什么？这是他在日常生活中，他跟小朋友在一起就学完的事情，为什么要放到课堂来教？小华、小明、小英的故事，他自己看课外书就已经看得比我们多了，为什么要在学校里面教？你不是在浪费吗？我们只教高度的，那些低度的自己就会。所以从今以后不要再浪费孩子。小朋友跟我念什么呢？你说小朋友跟我念，你就开始念学而时习之，他一定跟你念学而时习之，他不会跟你念成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不可能。所以请各位老师今天回去就开始实验。假如你实验失败，不要听我的话；假如你实验成功，你要好好的反省了，而且要告诉其他人，我们不要再浪费孩子了。
你今天回去就找到一个孩子，就说小朋友跟我念道可道，非常道。他说忽然念成人之初，性本善，这个孩子不能教，没有前途。但是你说小朋友跟我念道可道，非常道，不管这是什么，只要他是你教的，保证跟你念道可道，非常道。他不会被人问道可道非常道是什么，只要他这样念，他就渐渐学。好，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体现，现在我们来实习，教学要实习，实习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往前走。现在每一个人实习他也浪费时间，我做老师，大家当小朋友，你不要跟我作对，你要当小朋友，学小朋友这样子。小朋友跟我念。子曰诗300，一言以蔽之。曰思无邪。念得没有精神，这么多人。再一次，这个小朋友你说他再一次，他也无所谓。你说他没有精神，他也无所谓。我们大人心里面就有反应了。你怎么说我没精神？我能跟你念一下就不错了。我告诉你，给你面子了。这个我们大人很难教啊，所以我不喜欢教大人，没救了。小朋友不会这样子的，保证不会这样。好，所以来，我们再一次，小朋友跟我念：子曰诗300，一言以蔽之。曰思无邪。好，念得很好，老师很高兴。再一遍：子曰诗300，一言以蔽之。曰思无邪。好，大家看着书。啊，1年级以上都可以看书。再看的书念错了没关系。子曰诗300，预备起。子曰诗300，一言以蔽之。曰思无邪。男生念一遍。子曰诗300，一言以蔽之。曰思无邪。你是念一遍。子曰诗300，一言以蔽之。曰思无邪。啊，你是念比较好，男生比较差。我们男生再一遍啊。子曰预备起。子曰诗300，一言以蔽之。曰思无邪。啊，男生念得很有进步，我们给他鼓掌。好，大家在一起念一遍。子曰预备起。子曰诗300，一言以蔽之。曰思无邪。第一排念一遍。子曰诗300，第二排念一遍。子曰诗300，第三排念一遍，第五排念一遍，第六排念一遍。大家在一起念一遍，上台念一遍，李师念一遍，然后站起来念一遍，坐下念一遍。会背的举手。只要1分钟到2分钟，他就会背。经过2、3天的复习，终身不忘，成为一辈子文学以及文化教养的基础。我们全国的国民，只要大家思无邪，天下太平。鼓掌啊！你烦恼什么呢？这一种书读1章不够，2章、3章、5章、10章、20章、100章，乃至于500章、1000章，你还要教我们的国语吗？你还要教白话文吗？尤其是幼稚园的小孩子，乃至于2、3岁的小孩子，你要教他认字，用这种方法最快。那些小孩子什么字也不认识，拼音也不认识，但是最好他有书，他书拿颠倒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们人类认字不是认那个意义，不是用意义来认字，乃是用图案来认字。汉字具备有非常的明显的图案的性格，这一种的图案的认识可以增进他脑力的发展，这是日本人说的。日本有一个教授用汉字来训练儿童的聪明，因为汉字就是每一个方块不同的变化，你看这有多少的变化，所以让小朋友常看这些图案，他就会认字。会背书以后更会认字。你想象一个孩子，如果让我们教他《论语》，教他1个礼拜，他至少认2个字，子曰，至少认这2个字。后来一个字一个字会认，所以不需要教认字，只要教他背书，
而一个儿童的记忆力是人生一辈子当中最好的时候，黄金时代。从出生开始就自己成长他的记忆力，这个时候如果训练他的记忆力，可以成长5倍到10倍以上，乃至于有的人能够过目不忘。现在我所看到读经孩子，具备有过目不忘，读2遍3遍就把一篇文章背起来的人越来越多。凭什么？凭有训练。13岁之后就不能训练了，所以我们利用他强大的记忆力，他还不能理解的时候，我们就自然的教他，只是记忆，不必了解。怎么记忆？就是反复练习。反复几遍呢？要看孩子的资质，但是我建议反复100遍。聪明的孩子反复的10遍，他就会背了，反复到100遍，终身不忘。一般的孩子50遍会背，反复到100遍，终身不忘。资质比较差的孩子，反复到100遍，他会背，但是他还是会忘记，没有关系。乃至于他一个字都不记得，没有关系，他至少比一般的人程度还要高。所以我们的最好的要求是他会背诵，但是要求背诵是不大合理的，因为我们有个别差异，有些孩子很快就背完，有些孩子背得比较慢，所以我们就不要求背诵，只是要求他反复的读，最好读100遍。假如能够读到50遍也不错。你这样教了以后，他的注意力渐渐的能够集中，他的记忆力渐渐的能够提升，注意力集中，记忆力提升，他的语文程度渐渐的增长，语文程度一增长，理解力就跟着增长。所以刚才说，我们有另外一种让数学、科学学得更快、更好的方法，就是增长他的内在的学习能力。要增长内在学习能力，必须按照人类自然的发展。人类首先发展的是语文，然后才发展思考。所以不要在这么小的时候训练他的思考是没有用的，违背天理。现在你训练他的语文，正是他的时机，大好时机。语文的训练，刚才说过，记忆力提升，对他一辈子的学习都有莫大的好处。考上北大、北师大的人，不只是他理解力好，记忆力他是高人一等，要不然考不上这种大学。记忆力什么时候培养？13岁之前。用什么培养？用语文来培养，不是叫他背数学公式，叫他背这些经典之作。语文能力好了，理解力好了，阅读能力也好了，他就喜欢读书。所以到时候老师只供给他课外读物看就好了。我们一个学期只教1本语文课本是不够的。我们除了这本语文课本之外，我们要让他一个学期最少能够看300本到500本的课外读物。所以，如果开始教读经的老师，你会渐渐发现孩子的程度比你越来越好。你是不够资格指导他的。我们不可以以为我们在指导孩子，我们不可以让孩子都在我们脚下，我讲给你听。我们不可以准备1桶水，然后舀1杯给他，我们不可以这样。我们自己只有1桶水，我们要指点给孩子1条河。老师是不够资格的。老师的作用在哪里？那么老师是不是没作用？不是，老师的作用最大，在指点他的迷津，指出一条他的方向，所以叫做仙人指路。一个人迷路了，遇到一个人问路，这个人是神仙，他当然知道路在哪里，他用手一指，他就救了你的一命，不会摧毁之力。时间有限，听说到11点要结束，是不是？还有几分钟，我就讲一些实际的例子来印证一下。这个各位回去做，
也能如此。首先，我讲的是我家里的孩子，因为这个大家比较亲切，因为刚刚看过电视了。我不是来这里宣扬，这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，就是因为亲身的体验，所以比较深刻。我有4个孩子，在大陆是犯法的。有的孩子比较聪明，有的孩子比较不聪明。我的大女儿比较聪明，我开始教这些功课的时候又太慢了，千万不要太慢，越早越好。所以5、6年级才教她，她就很多自己的想法，太聪明了。我们学校又不教，我们老师又不考试，同学又不读，我干嘛要读啊？没办法，所以她只学一点点，但是学这一点点到了初中、高中就不得了了。她的作文不必知道，下笔千言，就只学那么几句了。我的第2个孩子呢是男孩，是比较笨。所谓比较笨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在学校里面就可以表现。1、2、3年级都是20、30名，都是后面的。老师以为他有自闭症，老师以为他怎么样，反正到了6岁还不大会讲话，到了7、8岁还流口水，这种。我第2个孩子，第2个孩子男孩我唯一这个男孩所望者终身所仰望者终身。那结果这个男孩是这样但是我不紧张，因为我知道儿童心理，所以我不紧张。到了他3年级的时候，他跟他姐姐是5年级，差2岁。我教他姐姐的时候也教他，我怎么教他呢？我就拿一本书给他，说孩子你这么大了，你应该读这个书了，拿去读看看。第1页读给我听，他就翻开了第1页，第1章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。把第1章50几个字都读完，都没有读错。我翻第2页，第2章第2章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是恶已，又是60几个字，总共110几个字，他都没有读错。一个3年级成绩这么差，而且一个小子就在读老子这本书，老子小子读老子，而居然没有读错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有注音，所以他没读错了。所以太简单了吗？老师何必那么浪费精神呢？就像我一样就好了。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，但是你要知道，等一下你就知道我是一个最负责任的父亲。我就这样教他，好了，说你会读了现在你去读，因为3年级小朋友下午没上课，他整个下午都可以，功课很快做完了。我说你去读，把他多读几遍，读到会背来找我。他读了1个小时才来找我，一个人还是不会结结巴巴。我说不行，再背晚上来背。所以晚上我就要跟他问他就很流利的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就背完了。于是我说了一句这一辈子最重要的话，这句你要知道。我说这一句话，我引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话。我说孩子从今以后每天背2章。老子很好，老子81章，多少天背完？40天。刚才不是美国的学生在问我们留学生吗？你们的老子讲些什么吗？40天就全部会背了。我们的孩子有多少40天浪费掉了？40天背完。我从来没有指导过1次，只有说了那句话。背完了就算了吗？不是，我知道人类会遗忘，咱们学教育都知道遗忘率，越早不学好，所以赶快复习，一天复习10章，10章大概500、600个字，他以前都会背，现在把10章连起来背，轻松自在，所以每天背10章，8天复习1次，总共48天了。还要再复习第2次，20章连起来背，大概1000个字连起来背。你要知道，一个孩子能够在头脑里面存放1000个字，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，他的整个生命力就开拓出来了，一辈子的聪明就奠定了，1000个字就好。现在我们教小朋友背书，只说好，春本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道，没了。红豆生南国，生南花，子千金多少钱，此处最佳处，没了。我告诉你浪费生命1000个字连起来背，4天背完，总共52天。第3次复习，40章连起来背，2500个字连起来背，2天背完，54天。最后1天从第1章背到81章，老子5000言一口气背完，
从那一天开始，老子跟着他一辈子。读完老子，我马上后悔了，我弄错了，要先读《论语》，所以赶快开始读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不是81章，《论语》498章，号称500章。3年级读老子，然后4年级读《论语》以后，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叫做脱胎换骨。他的聪明是父母亲生给他的，他的天生的禀赋啊，但是他这种是禀赋很差的孩子啊，只是读了不过半年，他就整个变了，连气质都变，里面变，气质变，他的头脑变，老师都非常惊讶，说这个孩子怎么现在就聪明起来了？5、6年级名列前茅，初中全班第1名，初2老师叫他去跳考高中，他到高中全校第1名。高中本来读2年要去考大学，我们教育部不准他考大学，所以第3年就浪费掉了，考上台大，考上台大以后读了3年大学，考研究所，台北2家最有名的研究所，政治大学研究所他考第1名，台湾大学研究所他又考第1名，考2个第1名。大家说你的孩子是天才，我说最笨的。大家都问我孩子说，哇，你怎么会这么会读书？你从哪里来？你从哪里这个？你从哪里学到读书的方法？没有，我是很笨的。我唯一知道我为什么会聪明起来的，就是3年级的时候我读过老子，会背老子。大家只要就想我要去背老子，来不及了。这是第一个故事。下面的人说，我这个孩子将来成就比我高10倍。凭什么你知道吗？凭我那一句话，孩子啊，从今以后每天背2章，他就可以高我10倍。教育是不会摧毁之力的啊！我用什么力量啊？没有，我有没有跟他讲老子？我都讲一句老子给他听，天打雷劈。但是他不了解老子吗？从初中开始，这个智慧渐渐产生。高中的时候能够引用，到大学的时候，他就能够用老子的思想去比对世界上的哲学家。凭什么？3年级的时候，9岁的时候，55天的教育，有没有叫他在家里专门读老子？没有，课余时间，就这么简单。有教就有，没有教就没有，这个没有是一辈子都没有，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痛心所在。所以我为什么要讲的口沫横飞？为什么要讲的这么激昂慷慨？我们要救你的孩子，我们要救我们的国家。那我这个孩子是不是了不起呢？不是，我这个孩子都说，现在读经的孩子啊，那比我强100倍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有人推广读经了嘛，以前没有人推广读经，只有我家在教嘛。现在我家推广的5、6年，现在全台湾100万的孩子，100万的孩子，1万个人如果有1个人认真就好了吗？其实1万个人哪里是1万个人才有1个呢？10个人里面就有1个很认真的。他们只要读2、3年、4、5年啊，不得了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让大家更加的捶胸顿足啊！你回家好好反省，好好把握。有一个人在8年前我刚推广的时候就要听我演讲，这个人呢是学西洋东西，学牙医西洋东西，他一辈子都只读西洋的东西，但他听了以后，他是只觉得哦，小孩子要读，我也要读，所以我有一套大人读书的方法，大人也可以读经。凭什么大人可以读经？把你的心理年龄降低，跟儿童一样，就是当你要读这些书的时候，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，你就这样念这样念。千万不要想要了解，一想要了解，你心烦气躁，你就读不下去了。所以你就一遍一遍的读，呆呆的读。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读《论语》。后来他结婚了，他叫他太太也来听我演讲。他们2个夫妻每天早上起来先做功课，读半个小时《论语》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感情好得很。然后他们这样读，
他的太太就是爱人爱人同志他的爱人同志怀孕了，照常这样读，这个胎儿就在肚子里面听10个月的儿女，出生以后相貌不凡，而且非常好带，几乎不会父母的任何的纷争的烦恼，晚上从来不会哭，不是笨到不会哭，聪明到不需要哭。10个月的伦理嘛，教育嘛，出生以后照常父母亲照常读伦理，这个婴儿就在旁边。我刚才讲过，醒着也可以，睡着也没关系，反正在听伦理。等到这个孩子1岁的时候，1周岁会讲话的时候，他就会背伦理了。1岁半就认得很多字，2岁就开始读书，读自己课外的书，读那些幼稚园的书。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因为反正我这样讲，我现在讲过了以后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见面呢？你什么时候告诉我呢？所以那个人也是一样，我都不知道。等到经过7年多，这个小孩子5岁半了，他又见到我了。他说：“我的小孩子现在我很烦恼，因为他读书太喜欢读书了，读太多了。他现在读什么？读世界名著。5岁半，世界名著字太小，父亲不让他读，他就偷偷读书。所以这个孩子读书的时候很紧张，听到父亲的脚步声了，就把书藏在床下。哎，我在这里玩然后爸爸说玩好，你赶快玩不要读书。这样，各位，如果天下的家庭都是如此，我告诉你天下太平了。现在，我们台湾的教育部长曾志朗先生，他在烦恼我们的国民不喜欢读书，烦恼我们的孩子不读书，烦恼我们的青少年只喜欢玩。他知道阅读习惯要从小学开始，所以他拼命的在提倡儿童的阅读教育。我就告诉人，看谁能够去传话，你不要再提倡了，你用我的方法，你连禁止都禁止不了。有很多老师教的读经以后，小朋友的语文能力一提升，介绍他们看书，越看越喜欢看，理解力越来越高，他的这个知识量超过老师，他们还是喜欢看。下课的时候，老师看全班怎么都不动，老师非常生气，因为他们都在看书。下课就看书，老师很生气，就说我数到3不出去的我就处罚，1、2、3，大家往外面跑，拿书去外面读。这一种孩子，老师不窝心吗？老师在烦恼什么？这种孩子还要教他数学吗？还要教他自然吗？还要教他社会吗？还要教他语文吗？老师根本不要教书了。但是老师做什么？老师只说孩子往前走，孩子你的前途比我好，孩子你赶快读经。所以老师只做一件事，读经，然后再做一件事，鼓励他多读课外书。老师不会吹灰之力，人才从此培养成功。不要再写生字，跟我写一笔一画一勾。你给我造词，你给我造句，你给我作文。教造句跟作文是最笨的老师。造句不用教，作文不用教，只要他看1000本书，他就作文给你看。假如他没有看过1000本书，你作文是白费力气了。要把握教育的重点，不要再浪费老师的青春了。尤其是老师教读经，老师进步最多。以前你没有读过伦理，趁机会读伦理；以前没有读过唐诗，趁机会背唐诗。所以老师进步最快。现在我们老师天天到晚只教儿童的东西，老师大学毕业的时候本来很有学问，教了3年，跟儿童差不多。可怜的老师，你为什么不陪他长大？你教他读伦理，他读伦理，你也读了伦理，他会背1本，你会背半本，因为你的记忆力比较差了。这一种孩子一辈子感激老师，一辈子他越长大越感激老师。这个伦理哪里读来的？我小学老师某某老师教的。各位这叫做千秋万世之业你教他国语做什么？他自己读就好了。
然后你教他看书，越看越多，一年看1000本书，这是正常的。6年之内看完6000本书，什么叫6000本书？中国没有书给他读了，这叫6000本书啊。现在我们台湾有读经的孩子，但家长很烦恼，就是不知道去哪里拿书给他读，因为没有书了，图书馆的书通通读完了，小学还没毕业啊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不做这种教育？你还讲给他听，我来分析给你听，这叫什么文法断义大义？你分析做什么？他都比你厉害了。你教他作文做什么？有学问就会作文，没有学问教他什么看听感想做起承转合，没有意义的，没有意义的。不要做没有意义的事啦，各位老师。英文也很重要。我们读英文怎么读，你知道吗？从第一天读英文开始，就读美国大学所读的书。那么幼稚园怎么读大学所读的书？现在台湾有很多幼稚园的孩子读什么呢？莎士比亚。怎么读？我告诉各位，不要老师，也有6个字的教学法。只要你知道6个字，你就可以做最好的英语老师、英文老师，每一个都可以哦。这6个字就是小朋友，跟你念就完了。小朋友跟他念，录音机。听一遍，鸭子听雷公，不懂；2遍不懂，3遍不懂，10遍有印象，20遍跟着念，30遍、50遍很熟，100遍会背。让他这一课或者这一段这5句好了，让他听200遍，1遍忘不了，终身受用。只要这种句子背上1000句，你就不用烦恼他一辈子的英文了。然后我们还有英文的经典之作，几千年来用英文写的最好的、最有思想内容的著作，像林肯的演说、美国的独立宣言，刚才说莎士比亚的14行诗，像这些东西，只要10篇、20篇放在肚子里面，我告诉各位，将来要了解西方文化的人是中国人。我们既了解自己的祖先的文化，我们又可以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核心。你假如只是读那些非常简单的所谓儿童英语啊，你这一辈子就浪费掉了。你将来遇到外国人，只会跟他谈天气啊，你跟他做生意的时候只会想要钱啊，你就不会说出一句很伟大的话。你说你就不会这样讲。你说读经的孩子才会这样讲，讲说什么？你们耶稣说你要跟我做生意，他说哦对，他就给你做生意的吧。就是你要引用他们这个深度的、有意义的，你要跟他们讲有道理的东西，你才能做大生意。民族文化的融合，要由高度的心灵来融合。高度的心灵是开放的，是对所有的文化传统都能够吸收的，但是一定要在13岁之前打定基础。打基础的方法就是不管懂不懂，把重要的东西放在肚子里面，不重要的东西不要教，他自己会。相信了就做，不相信10年以后你再后悔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这个不为任何的目的，知识分子的良心。